主啊，愿你的名为圣。咱遮庄牧师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，我要甲咱来复习，嘛来回顾，嘛来深思，主要所甲咱的祈祷。伫即个祈祷中间头前的3句话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如果你伫过去咧念即个主祷文的时阵，若无够格真清楚，也是讲真用心，安尼一句一句来读出来的时，牧师希望伫今仔日的礼拜会当甲咱分享，因为即个祈祷深深影响你甲我。咱可能无了解讲即个影响有偌大，但是你若希望会当成做一个真亲像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，3句的话，每一句用心祈祷，会深深影响咱的心思意念。特别教会青年，牧师每一摆对教会兄弟姊妹祈祷的时，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期待，就是希望恁会当成做这个教会的骄傲，成做上帝的宝贝。更加重要是恁家己会当享受一个充满了荣誉、荣耀的生命。这3句话对恁来讲真重要。咱来倾将咱的心，恩主拍开讲，主伫我的心内，我独独敬畏你，愿你的名声。咱的生命要因为这个祈祷来改变。为着要领受这个圣经甲圣神的帮助，我要邀请咱伫领受圣经的话之前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这是你教阮的祈祷。求你各我的圣神亲自来教阮这个信仰的家庭，互讲的听的，拢平平对你圣神来领受新的解说、新的感动、甲新的决志。求圣神降临伫阮的会中，将主耶稣教阮的祈祷一句搁一句来讲互阮听。阮伫你的面前也为着阮的生命来祈祷。求你互我因为这个祈祷，阮的生命真侪荣耀、圣洁、尊贵，互主你所欢喜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今仔日的礼拜做一个生命的开始，恳求圣神来手牵阮，互阮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中，互阮的心思意念因为主的帮助，阮的生命得到清洁甲洁净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阮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拄则咱咧听书会读圣经的时，亲爱兄，这你有叨一句话特别感动着你？咱伫旧约民数记第6章第27节，其实是顶礼拜的经文之一。伊讲，咱做士大人的，咱做祭司的，咱做基督徒，咱应该将上帝的名下伫以色列人的中间。咱做父母的人，咱应该将上帝的名放伫恁的囡仔的内心，互咱的囡仔有敬畏上帝的心。这是一个信仰的分享，嘛是一种信仰的传承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毋知影这个工作甲这个事奉有偌大的影响。拄是昨，其实是做一来是大做一，我袂记啊。接到一通电话，是对高雄来一个詹兄弟，伊甲我讲，牧师，我捌去恁教会做礼拜一摆，阮拜六想要搁再去教会，毋知你有伫咧无？我有将这个消息写互咱的中级知影，因为伊提起一个人，伊讲我的士大人，我的阿祖，伊的名叫做陈本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陈本来就是咱教会第一任的传道师。伊伫咱的教会有服侍3年统，等伊结束服侍了隔年，伊就回天家。常来这个人客99岁，对美国这个华盛顿 DC， 就是华盛顿特区倒来99岁的老兄弟，也会当坐无人机，而且精神
智能甲伊思考拢真清楚。伊甲我讲，牧师，但本来就是我的阿公，我的外公，就开始讲过去的教会故事。因长贵的家族倒来教会，伫这个所在来看伊的阿祖所侍奉的德堂教会。因无真深的印象因为当时伊的阿祖是太早的代志，而且迄个时阵教会还阁无即个礼拜堂。咱的教会早期开始是伫德堂街伫迄个中间租一间德公仔厝，后来买伫迄个所在开始。所以但本来传道师伊一生并无受设立做牧师，我想啦因为伊过当年就过身所以可能来不及就按立牧师，但是无影响伊甲咱教会亲近的关系。我伫伊的子孙的身上甲因的工作，我有感慨。但本来传道师有将上帝的名放伫伊的子孙的心内，所以影响后来伊的囡仔、伊的孙仔、伊的囡仔孙。我相信因是一个敬畏上帝、互上帝祝福的家庭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民数记第6章27节不是参考的，伊是咧教咱做士大人的咱，来应该爱将上帝的名甲放伫咱的囡仔心中，真有分量、真慎重、真严肃，将上帝的名放伫你的囡仔心内，互你的囡仔因为敬畏上帝，因就有智慧，因就有聪明，因就有谋略，因就有这个能力因就有敬畏上帝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恭敬来读主耶稣教咱的祈祷。严格来讲，严肃来讲，这个祈祷文咱呢，坐声念，唔免1分钟就念了。但是头前的3句，我把伊叫做3圣愿，3个真神圣的愿望。咱伫人生中间有真侪愿望主啊，我要考到一间好的大学，主啊，我要找到一个好的头路，主啊，我要嫁一个好翁，主啊，我要娶一个好某，主啊，我盼望我将来当驶好车，主啊，我盼望我将来会当大富大贵，我一生一帆风顺。人有真侪愿望，但是主耶稣讲，恁就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，连恁无祈祷无求的，我嘛拢要互恁。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这个3圣愿只有3句：愿主的名做圣，愿主的国临到，愿主的旨意得成成就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祈祷不是为着别人，当然有为着别人，但是我要跟兄弟姊妹分享讲，咱都要有这个祈祷变做你的祈祷。所以这个祈祷应该安尼讲：主啊，愿你的名伫我的生命中间受我尊敬，伫我的生命中间是圣洁无比，圣在。咱头一个祈祷爱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伫我的生命内底分别为圣。咱的心内若有上帝，咱若是用圣洁的心敬畏伊，上帝要将咱的生命放伫一个尊贵的地位。然后将伊名写伫咱的顶悬。一个艺术家做任何作品，伊最后常常有一个动作，伊会甲伊签名，对不？所以你若有一张图是朱铭画的，伊甲你签名朱铭，你敢捌听过朱铭？其实朱铭上出名毋是图啦，朱铭上出名是铜雕塑。你若有一个雕塑是朱铭，艺术家拢会甲伊签名。兄弟姊妹，咱是上帝的作品，咱来了解。所以咱是上帝，咱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。所以上帝将伊的名写在咱头壳顶，耶和华以马内利，耶稣救主，伊将伊的名写在咱的生命中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来用圣经甲圣神的帮助，安尼祈祷，这个3圣愿。宝贝无比，愿你的国临到的时阵，你敢知发生什么代志？然后上帝的国临到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上帝的国度的丰盛，上帝国度的荣耀，上帝手中迄个掌权的权能，伊就甲你讲：宝贝的囝儿查某囝，毋免惊，有我来保护你。
这你敢知？这个祈祷是遮尔重要。愿你的国临到，伫我的生命中，就亲像伫天堂，毋是将来上天堂死了后三见面。愿你的国临到是此时此刻到永远。咱的人生应该爱享受着福音，咱的人生应该享受着上帝所带予咱的能力，毋是到将来，就亲像画一块饼，对咱来讲一点仔帮助都无，化病充饥。兄弟姊妹，圣经的福音是此时此刻。过来，伊讲愿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意思就是上帝将伊的计划，什么人的计划？我的计划。愿你的旨意伫正，就是讲，主啊，你伫我生命中间所有计划，我将来要做心中的人，我的一生伫你的手中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敢捌安尼为着你的人生用这三句话祈祷？朝闻道，夕可死矣。就是讲，今仔日咱若明白这三句话是安尼祈祷，遮尔重要。开始享受，愿主的国临到伫你的生命中掌管，愿主伊伫你生命中间所有一切计划，就伫你的生命中间。亲爱的青少年，你若为着你的人生的将来产生了疑问，你咧问你家己讲：我是谁？我的将来会如何？牧师要甲恁鼓励，问上帝。你若愿意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的一生独只有敬畏你，愿你的名声。我将我的生命，将我的人生，将我一生的成就，将我的将来，拢交伫你的手中。上帝讲：正，意思就是讲，我要将这个圣洁的荣耀放伫你的生命中间。这是何等大的祝福！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深深学习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讲道无结束，牧师要甲恁讲：如果你若将这三句话放伫你的心内，就算做你拢无做啥物代志，你安静坐伫上帝的面前，圣神要继续讲互你听。兄弟姊妹，就算做咱无做任何的代志，咱安静谦卑恭敬伫主的面前。将这三句话反复，将这三句话放伫心内。主啊，什么种的意思？将你的名，愿你的名伫我的生命中间高举成做圣洁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圣神要开始甲你讲，无论你何去何从，你的头壳顶悬写着耶和华的名，人看到你，就亲像看到我；人看到你，就看到我将一极其荣耀的一切生命的品格、智慧、能力，拢放伫你的身上。人看到你，就看到迄个亲像主民咧写的太极，或迄个气势，迄个艺术品，人看到就知影讲啊，这有上帝的伊的作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这三句话不但是背起来，爱常常用心灵。因为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，用你的心灵，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情绪，用你的欲望，安静伫主的面前来领受。上帝要继续将这话讲互咱听，互咱的生命伫平凡的中间，真做无平凡。这是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：深觉立足之地，必有涌泉流出。牧师最后一句话讲：让平凡的生命成为不平凡。伊个意思就是讲，从咱这个极其平凡的生命交伫主的手中，上帝签名，代志就发生。一张支票，空空的支票，无论你写偌济数字，若无最后迄个邓英啊甲背书签名，迄张支票是啥？空白的支票。咱的祈祷，若有上帝伫迄个所在，甲咱刻印。甲咱签名，准，咱的人生要成做上帝手中的王母，要成做上帝手中的花冠。兄弟姊妹，爱为你的囡仔做好的模样，爱为你的囡仔发出这种指明上帝的名，
互你的囡仔一生一世敬畏耶和华，互你的囡仔伫上帝的面前领受讲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愿主甲咱三家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是今仔日我搁重复顶礼拜咱所读的。伊讲，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你所出嚟的祝福嘛要倒在你的身上。你互人的，你要搁得到；奉我的名祝福你的以色列的百姓，这种的祝福嘛要倒来到因的中间。第二个圣经讲，因要用我的名放伫以色列的顶面，我也要祝福给因。奉主的名，迄个奉，伫旧约的希伯来语叫做顺。这个字其实就是安置啦，将上帝的名放伫你的囡仔的内心。兄弟姊妹，唔通勉强你的囡仔做基督徒，但是你若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士大人，你的囡仔勉强，你的囡仔一定欢头喜面，甲你讲：爸爸，我要亲像你，因为逐摆我看到你的事，我感受到上帝甲你亲密的关系。愿这种的图像，祝福在座兄弟姊妹。咱无人是100%十全十美的父母，但是咱会记得，咱若将上帝的名放伫你的囡仔心上，流泪撒种，欢笑收割。我还搁传一句，咱那个网络文章，伊讲，当你讲我囡仔听的时阵，你的囡仔无爱听，要安怎？伊讲来甲上帝讲，讲互上帝听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将上帝的名，这个奉，这个原文顺这个字，其实就是设立、安置、放置。你若将你的信仰、敬虔的信仰，上帝的名放伫你的囡仔心内，免讲你的囡仔，你照安尼讲、照安尼做的事，你的囡仔一定照安尼得到。直到伊一生的路尾，伊所行的路嘛无歪错。这你同意吗？将这句话放伫你做父母的角色甲使命的顶端，因为大记的圣经讲，就用我的名放伫你的囡仔的顶面，写伫伊的额头，写伫伊的心中。愿主甲咱三家弟弟今仔日的礼拜，这叫做将上帝的性命深深啊啦，一粒种子，该放伫你的情绪，将这粒种子放伫你的思想，将这粒种子放伫你的情绪，将这粒种子放伫你的思想。所以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大概读主的祈祷文，会当无出声，但是爱伫心内去思考讲，愿主的名伫我的生命中间，真做圣洁的、圣在、荣耀的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讲，当我若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伫上帝面前，我都唔敢假笑，我无滥删称呼伊的名，我嘛无互我的上帝的名见笑。兄弟，恁愿意吗？恁若愿意，常常我就伫你的心安尼祈祷讲，主我愿意，你的名伫我的情绪，你的名伫我的思想，你的名伫我的欲望，拢是极其尊贵。愿你上帝将这个意思甲念头放伫咱的中间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三个圣经伊所稳重的三个真要紧的一个信息。第一个信息，敬畏上帝的名，永远尊主的名最大。愿你的名声，这句话本身真正意思就是敬畏上帝。上帝无论怎样，无论环境怎样，无论我拄着人生的这境遇是怎样，永远到永远，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。对永远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名应该受尊为圣。也即将这种的观念不打折，完全放伫你做基督徒的态度的顶端。上帝要伫你的一生中间来回应。你若将上帝摆在首位，你若将上帝摆伫你一生中间上重要的地位，兄弟姊妹，我相信上帝要甲你捧起来，甲你揽起来，伊嘛要甲你放伫伊
宝贝的心内，你相信吗？我要甲恁英语分享一句英语的圣经讲 ：My God never fails me。我的上帝从来毋捌互我辜负我。你相信这种的英文吗？咱所亲信的上帝，毋是用柴苦刻的，毋是用着石头雕的。咱的上帝毋免人做偶像，咱的上帝是早伫的、今仔伫的、将来也永远伫的。伊是自有永有，伊的名叫做耶和华。所以你的朋友若甲你讲，逐种宗教拢好，你毋免甲伊辩论，但是你爱肯定，咱来肯定，毋是逐种宗教拢共款。我的上帝都无共款，因为我的上帝伊的名叫做耶和华，自有永有，伊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伊的名叫做耶和华，伊是永远我的上帝。也这你愿意讲安尼阿免嘛？我咱伫咱的一生，因为这种的态度，伫到一生的路尾，就亲像牧师甲恁分享这个言语，你讲牧师，你定定咧讲道，看咧乌白语言，安尼换来换去，什么 God never fails me。但是迄个话，你若了解迄句话是外深的滋味的时阵，你会想要了解讲，迄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的上帝从来无辜负我的上帝从无弃杀我，伊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伫历史上有真侪为主耶稣基督放下性命的人，因面对迄个严格的审判到死之前，因无放弃因的理想，因无放弃上帝的性命。伫日本有一个区域叫做武岛，迄个所在是日本真早进前是江户时，应该是明治之前一个宣教师来到日本的传福音的所在。后来因为日本迄个时代是一个江户时期是一个真排外、真保守，所以因捆住这个基督徒。因亲像早期的基督教，伊讲：你若甲耶稣上打过，今仔日我就无甲你斩头。当时有真侪日本，因为教会来不及建立足深的迄个信心的时阵，有人就离开教会。但是嘛有真侪人伫迄个时阵坚持，伊绝对无用伊的骹来打伊所敬畏的耶稣的像。所以听弟兄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深深安尼讲，主啊，愿你的名声。弟兄姊妹，当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有基督徒的性，你捌想过，基督徒应该有心中的偏见吗？你捌想，基督徒应该有心中的态度吗？基督徒应该有心中的思想吗？咱咧形容一个人真歹斗阵，咱会有当时咱会讲伊足歹心，因为迄个人真够巧狠，因为迄个人真够报鸟吃冤，因为迄个人真邪恶，伊的内心真会用真侪咱遥想未到的方法来应付我。所以你姊妹，基督徒的心是好心啊，歹心？愿主的名成伫咱的内面的时阵，咱的心思意念会转化。会改变，会被提升。以前咱想袂到的，以前咱做袂落的，但是主的名伫咱的内底是圣神的，甲咱讲，毋免惊，伊甲你配喙烂，是伊家己见效，因为伊的动作真幼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会互咱因无共款，上帝的圣子名带来一个荣耀尊贵的新的态度、意念。态度伫咱的内底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咱学习两个人。第一人就是玛利亚，伊讲我心尊主对大。愿你的名声的意思是什？我的心独独只有敬畏耶和华我的上帝。伊所讲的，伊的计划就照安尼成就。我毋敢讲 no， 但伊哩讲。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受恶乐，对永远到永远。也再将这两句话记起来，变做你的想法。有当时牧师会反复讲道，虽然题目无共款，经文小可雷同，会反复重新讲过你毋捌听过迄个信息。因为做基督徒，
无可能因为一摆讲道、一改圣经，恁就完全脱胎换骨、思想建立。咱需要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受劝勉，不断的去体验。这句话更加深刻去思考上帝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兄弟姊妹学习玛利亚甲但以理，也学习大笔。大笔这句话是我深深所爱的经文。伊讲我敬奉耶和华，我常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，敬奉耶和华，将上帝的名摆伫我的目睭前，摆伫我的心内，包伫我的思想的内底。拄则牧师咧讲到用，该用一个动作，恁会记无？将上帝的名放伫啥？我的情绪，将上帝的名放伫对，我的思想。这就是大笔所讲，摆在我的面前，面对我，讲我的上帝是哪路？我的上帝是什么人？然后伊伫你的生命中，你就无摇错，伊坐伫你的正边，坚固陪伴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上帝的名伫你的心内时，咱就不会自以为是。当一个人若常常想到上帝的圣尊名的时阵，咱就会常常去思考、感受到，我敢通安尼做。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这是圣经摩西五经内底申命记最要紧的精神，主要的申命记的精神。伊讲我一生所要学习的，就是做上帝看做正直、好、良善的代志。这是圣经申命记内底最要紧一段的精神。用上帝的想法做咱的想法。咱常常甲人辩论，咱常常有主张，但是亲爱的姊妹，咱要小心，有时咱的主张不一定是对，你敢同意？但是有的人不论对甲唔对，就是正到尾啊啦。什么人顺心？家己顺心。所以圣经内底是咧教咱怎样不偏左不偏右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，就是上帝看做好的事。圣经有真侪话会安尼写，比如讲伫罗马书第12章第1节、第3节两节的中间讲到两句话：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你今晚你能登去定心塔，不要笑话这世界，唔通学习这个世间，唔通甲这个世间同款。恁着用圣洁分别为圣，献为火祭，伫上帝的面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理所当然，这个字叫做 eulogia， 牧师嘛捌讲道甲恁解说过。理所当然，这个字叫做好的逻辑思考 eulogia。但是更加要紧，那基督徒伊的意思就是好的圣经的属灵原则。eu 是好。Logia 意思就是 logos， 意思就是所有圣经的教导，圣经的属灵原则。一个无敬虔的心读圣经的人，伊永远读无。到只有咱将上帝的名放伫咱的心内，尊主最大的时阵，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圣经讲伊就是智慧的开端。迄个上帝的原则甲圣性，伊就甲咱讲话。搁落去伫第3节，伊讲，毋通看家己超过上悬，嘛毋通看家己超过低，有自卑感，有骄傲慢，这拢毋好。伊讲，你著要看你家己合乎中道，意思就是照上帝伊创造你的画面中间，伊原本的你合乎中道的意思是安尼。一个真好的自我图像，一个真好的自我的人格，不骄傲，不自卑，不卑不亢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当咱尊主的名最圣的时阵，上帝将一个拄好、好的观念放伫咱的内底，是理所当然，是合乎中道。恁愿意吗？常常花手甲主祷讲，互我理所当然，互我尊主为大。互我合乎中道，主啊，收赐我这种正确、细正的属灵的态度。
咱若无将上帝的名放伫咱的心尊主最大，咱有可能会跋倒。我要甲咱提醒，咱的教会中间嘛有一个兄弟，伊做咱的教会管家。当我知影有困难的时阵，我用一段时间陪伴伊。我嘛甲伊讲：你管理上帝的库房，上帝的钱是神圣的，你毋通黑白摸，毋通动用。伊讲牧师，我知。我想讲，伊知。伊的太太嘛坐伫边啊，伊的太太嘛知。后来，咱的教会改选中心，伊在这个所在归来，受牧师按立。牧师问伊讲：你有愿意安怎？伫西约的中间，伊拢讲我愿意。你心中若有上帝，你较会敢安尼用欺骗的方式来接受这个重要的职分。即我甲恁讲这个例，其实是我心中足大的痛，因为我从来无法度体会甲想象，较会安尼。伊的负责人后来打电话给我，伊讲牧师你安尼做真无公平。我甲伊讲，如果你感觉牧师安尼处理若毋对，我调开小会，互你来说明。若毋对，牧师甲你会实的，咱重新改变。你作为负责人，你的丈夫咧做啥，你毋知吗？我举一个例，上时咧西约的时阵，还在继续挪用教会的公款。而且，佮将伊的房地产提去设定脱产，你能不知道吗？牧师虽然无证据，但是咱的上帝敢是不管事的神吗？所以，弟兄们，不要妄称神的名。上帝无过头的动作，是因为伊怜悯咱。教会是一个照上帝话来生活的信仰的团体。咱伫社区人安怎看咱这群基督徒？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。这间教会应该是一个死而复活的教会。这个教会是一个互相扶持的教会。愿主帮助咱，咱心中若有互上帝的名分别做圣，咱就爱细字，毋通互咱的上帝流目屎，嘛毋通互咱的上帝伊的名受侮辱。主帮助咱。所以第二个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为你的生命改变祈祷。愿主的名上的意思，就是为着咱的生命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分别做圣来祈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安尼分享，换手伫这个主的面前安尼祈祷，讲主啊，愿你的名伫我的心内受敬畏。咱要因为上帝的名，咱的生命有无同款？这就是我甲咱讲三圣愿。上帝的名毋是形容词，上帝的名嘛毋是包装纸，上帝的名就是咱生命的本质。所以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用心中来读这句话讲：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伫我的心内，亲像伫天堂，主你掌权伫我的生命中。愿你影响我的生命，愿你将你的圣洁的画面放伫我的生命中。
就叫我有甲恁讲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是生命记中间最要紧的教示、律法、利未记，就是祭司的家庭，就是牧者的家庭，就是教会中级的家庭，应该分别做成。分别做成嘛是摩西五经内底一个真要紧的态度，意思就是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在这个世间，但是不像这个世界。这就是保罗讲不要效法这世界迄个意思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家己照上帝圣性的感动，家己立约管理。你若发现你的生命顶悬有什么种的软症，你伫祈祷中间，你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虽然知影讲安怎做较好，但是主啊，我感觉足困难，我做袂来。兄弟姊妹，将你的为难来甲上帝讲，将咱的为难来甲上帝讲。愿你的名声，上帝要因为伊的名来转化咱的性情。上帝要将伊的本性、将伊的属性、将伊的本质、将伊的心思意念来刻伫咱的生命，成做咱的灵性，成做咱的品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启示了讲得胜的人，佮我会主耶稣要将上帝的名，甲新的耶路撒冷圣城的名。伊讲我要将上帝的名、天父的名、圣城的名，甲我的名，拢写伫伊的顶面。咱若安尼，咱就想到拄则所读的民数记第6章，伊讲既然将我的名放伫以色列人的身上，所有的祝福就要临到因。愿主祝福恁的家庭。这下名意思是啥？英语有一个 quote 就是我引用的这句话，我真爱这句话。伊讲将我内面这个人，上帝给伊写一个名。以前伊叫做真搞怪，以前伊叫做真幼稚，以前伊叫做伊真安怎？但是今仔上帝将一个新的名放伫我的内面。兄弟姊妹，你若较无你的生命中间有什么种的特质？你通换手伫你的生命安尼祈祷讲，主啊，将一个新的名写伫我的心内。你为着你所较无迄个互人真欣赏的特质、生命的特质，甲迄个品格来祈祷，毋是为着别人改变，是为着你家己改变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改变需要对家内面家己欢喜、甘愿，知影咱需要改变。有一种人永远无可能改变，因为伊无感觉有改变的必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将伊新的意念、伊的名写伫咱的内心。愿主祝福你的内心，对今仔开始踮伫你内面的人，迄个是好人，迄个人是好心。伊讲话无像着刺猬，常常就是要甲人辩论，要甲人冤家。愿天父上帝将一个良善、温柔、吞润、圣洁、尊贵、荣耀，各种的品格，上帝的属性，放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提升咱。用这句话提醒咱家己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，就是爱的真谛那一篇。伊讲如今长存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是哥林多前书13章最后一句话。但是伫中段11节，伊讲我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，心思意念亲像囡仔。既然长大成人，就将囡仔的事弃杀了后。所听的弟姊妹，将你的心思意念交给上帝，上帝要互咱当大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有新的意念，咱有新的情绪，咱有新的态度。人的心是一切结果子的源头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伊换手伫咱的心内，伊甲你讲：我所听的囝子，我有听到你的祈祷，我愿意将我的能力、将我的性格、将我的权柄，拢放伫你的生命中间。因为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你对圣经的话讲阿们，你有对我讲：愿你的国，愿你的名声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所听我的囝子，我要提升你的思想。我要改变你的生命，我要互你有好的心伫你的生命中间。我那对心来讲，现在
胜在，胜在。咱就常常伫咱的心中，因为这句圣诗，咱就敬畏上帝。这个心内若敬畏上帝，尊主最大，胜在胜在胜在的人，就算做咱无做真多的行动进程，伫迄个安静的时刻，上帝要对咱讲话。所以拄则我有甲咱分享，嘛甲咱解说。你若真严肃，将这三句圣洁的愿望放伫你的内心，你心中为着这三项代志认真祈祷。主就要改变你，彻底上改变你的性情、念头甲思想。言语叫做：伫你安静无讲话，你主要看上帝的事。虽然上帝并无出现，但是上帝的灵，互你知影，伊甲你三角地带。A silent of love。伫迄个时阵，你的心内无搁再孤单，咱要感觉，这个看袂到的上帝。甲我三角地带，愿主耶稣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。当恁夜捌仰望伊的时，伊互恁看见；当恁安静咧，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的事。主将伊的怜悯，甲伊的慈爱，放伫恁的生命中。主听人祈祷，互咱真侪圣洁的。也我上帝伫伊的圣经中间，我是圣洁的，所以恁就圣洁。我是完全的，恁就完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做每一摆做礼拜，咱为着咱生命的软弱，做一个小小的改变。每一摆做礼拜，听到一句感动的话，是思想上间改变，伫咱的行为顶端踏出第一步，一摆一摆一摆，一步一步一步，毋通互你的内心讲。人无可能改变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咱来甲这种的阻挡，交教甲伊讲 no， 我用耶稣的名斥责这种的阻挡 ，impossible， 甲伊改做 I am possible。北美的字母拢共款，不可能变做可能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，因为伊要用伊的话，佮要用伊的圣神，就是真理的道、真理的神。来改变咱。今仔日咱来伫主的面前为安尼祈祷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恳求伊怜悯帮助咱。因为一个安静伫上帝的面前，甲上帝讲愿你的名圣的人，伊的心内若有真正谦卑甲敬畏的心，你的生命要得到6种的功能，就是圣经中间咧讲起上帝7种的性情，耶和华上帝的灵就要点伫咱的中间。伊要带来什么？带来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财物、敬畏上帝的心。这句话咱常常读，因为我感觉这句话是一个金句，是一个基督徒小量智慧中间真要紧的秘诀。今仔日咱咧讲愿你的名声的时阵，如果咱若真正有当一回事，上帝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智慧甲敬畏的心。一个若有敬畏上帝的心伫伊的内面的人，毋免人监督，伊知影什么通做，什么毋通做。所以，听的姊妹，愿上帝伊保守咱，若毋是上帝帮助，无人会通争对得胜的人，包括做传教者的人。所以，听的姊妹，你若愿意你的一生。伫试探的中间无跋倒，爱常常尊主的名做圣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最后，福牧师甲咱邀请甲提醒，为着你的囡仔祈祷。今仔日圣经讲，将上帝的名，将上帝的名下伫恁的囡仔心思意念。你敢捌安尼做过？兄弟姊妹，伫过去的日子，你有安怎做？你敢有认真做？拄则我讲，如果咱的囡仔若无爱听，咱讲袂听，咱就来讲互上帝听。这句话看听起来足俏皮对无？但兄弟姊妹，这句话就是祈祷，
我将这个锁匙交给上帝，上帝我无法度拍开我的囡仔的心门，但是上帝我将这个主权能力甲权柄这个锁匙，主我献给你，因为囡仔是你所赏赐给我的。我讲伊袂听，我讲袂下伊，主啊，求你亲自代替我，将你的话讲给伊听。你想上帝讲给听吗？你若要有愿望，你就知上帝应该会讲给伊听。愿上帝祝福咱的家庭，所听的姊妹，奉主的名为以色列祝福。奉主的名为着你的囡仔祝福，将上帝的名放伫因的心思意念的内底。安怎放？毋是吹一支喙，爱用你的行为，用你的态度。因为既然叫我主啊主啊的人无拢入天国，恁会记迄句话无？教囝毋是吹一支喙，教囝是你咱先行做互伊看。兄弟姊妹，这叫做见证。愿主甲咱三甲地地祝福，恁的囡仔甲你做伙成长。就亲像我拄则一开始，我甲恁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传教者，伊叫做但本来。伊伫上帝的呼召中间，伊有分伫德堂教会第一任的传道师。德堂教会常常讲的，拢讲着庄清华牧师，因为庄清华牧师是第一任的牧师。伊也留落较济的资料，但是兄弟姊妹，伫91年的故事中间有真多无名英雄，甚至我到第35年伫德堂教会，我才有机会去接待着但本来传道师伊的后代。我甲迄个占兄弟讲，你顶回来做礼拜，你也无甲我讲但本来传道是你的阿祖。伊讲我嘛毋知。4月来的时阵，伊感觉上帝何等的奇妙，所听的姊妹，但本来传道将上帝的名放伫伊的子孙。我甲这个家庭，甲这个老兄弟，伊叫做詹伯虎，占卜高。这个老兄弟99岁，也有在调坐飞轮机，对美东爱坐10几点钟。坐飞轮机出国，毋是足享受呢。迄若坐10几档，毋是10几档啦，10几点钟伫迄个飞机顶北伫遐。兄弟姊妹，最主要毋是咧讲坐飞机，是咧讲起一个99岁的孙仔，伊倒来看伊的阿公捌行过的脚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恁，上帝嘛祝福这间教会。上帝嘛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拢做伙有份伫这间教会亚政治的工作，好无？将上帝的名放伫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，将上帝的名放伫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对永远到永远耶和华阮的上帝，你无所在，你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你的名是无起头、无结束、无煞尾。愿伫你的圣殿来听你所讲的话。虽然3000年、4000年，这话要阁是遮尔宝贝。至圣的上帝，愿人尊你的名最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因为国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们。